下雨添，準備落雨啦嚇！今日同大家分享42式太極拳嘅馬步靠。咁馬步靠咧就冇對與錯嘅，就係只係做得好唔好嘅啫。獨立托掌，我首先將啲骨頭拉開，將啲關節拉開，好，先攞方向，然後移重心，握拳，好，張開用咩力咧？通常咧會咁樣，唔係，我哋用大腿嘅力，膊頭、胯、腳3支節一齊對住發力下，好，開始。落腳，移重心，好，擺好，打開下用咩力啊？用大腿內側嘅力，靠，好，再嚟多次嚇。獨立托掌，鬆胯，攞方向，移重心，開步，隻手由下邊有一個弧形，好，靠。